唔好做虧心事啊！湖南一間工廠就用咗個超有創意嘅保安系統，直接將鬼元素加入去，今次真係大派用場。綜合內媒消息，呢間工廠喺湖南長沙。閉路電視見到12號深夜，個戴住頭燈嘅男子成功轉入工廠，點知跟住就傳出陰寒刺骨嘅女鬼笑聲。小偷周圍望都見唔到人，最後驚到即刻由原路逃走，工廠亦都冇任何財物損失。廠長話，監控一偵測到有人偷入，就會自動播放女鬼笑聲嚇退可疑人物。不過同樣係鬼聲，廣州某居民為了報復雙方有矛盾的鄰居，每日朝早到中午，下晝到夜晚，長達10幾個鐘，將喇叭貼住牆壁循環播放荒山野鬼聲滋擾人。另一方鄰居不勝其擾，告上法庭。廣州法院最終判滋擾者敗訴。雖然音量同時間未超標，但係刻意製造恐怖噪音嚴重影響生活，法院頒下禁制令，要求即刻拆走設備，刪除鬼聲檔案。